妖怪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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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怪出来不出来？妖怪，大家好，我是风神铁拍演的马哥哥。嘿，听讲啊，大家有睇面书专业留言讲，你马哥哥用几久冇出现的咯？有说啊，我今边带大家来花莲一片油料。不过今本日我其实还有约一个人咯，就係我同我朋友去富里看表演，先看一下時間，一下一到點開。還有一些時間，聽講啊，花蓮一片溫泉係最有名嘅，故所我哋落去泡溫泉，唔講好冇啊？落去喲！你嘛嗰個總算嚟到花蓮呢，一個好山好水嘅地方，當然一定會浸一下溫泉啊！聽講一片嘅溫泉會讓皮膚變到咕溜咕溜。唔是就講，買來煎咯！各位觀眾朋友，呀哈，你嘛個個追嚟一泡溫泉了，嗚！大哥，用嘅，哦，我们泡温泉哦，有3个步骤哦。啊，泡温泉还要有3步骤。对，第一个步骤要先洁身，就是要冲洗。冲洗。冲洗，对，好。第2个步骤呢，就是要暖身。暖身，暖身，第3个步骤要试水温，试水温，对对对，试水温就是说我们有温度不同的温度，看它温度高低，我们要了解，不然的话你就会煮水蛋。哦，係啲係啲，泡温泉係咁麻煩咯，唔係，一下你嘛嗰個就強開嚟一次看看，來去來去。重點嚟啦！觀眾朋友有看到冇？而家溫泉啊，真勁係泡起來凍舒爽呢。還有啊，我皮膚看起來就會啪啪滑溜滑溜，哇，真勁凍有效哦。不過啊，我知道幾奇怪係，而家溫泉看起來因為係黃色的，一片都係黃色的咯。年輕人，你好，條講很好。是。嘿，條講我想請問一下，而家溫泉啊泡起來因為係黃色的咯。是。我们这边的泉质呢是属于这个碳酸盐泉，它含有这个铁，含有铁，那咸咸的。那因为铁呢氧化以后呢变成一个琥珀色，我们又称为黄金琥珀汤。黄金琥珀汤是哇，汤起来係幾厲害一個名嘅呢。是。咁有人講啊，泡一個湯啊，就係用色來幾率較高，係有安尼說法。對。根據日本的學者他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泡這個鐵泉就是黃金湯呢，它生男的幾率非常高。是。係哦。是。哇，咁係泡有效冇？當然有效啦。有效。好。剛才就繼續在這邊享受。繼續用。謝謝，是蒙條糕，謝謝。哇，剛才再來泡一下，來享受一下一個黃金琥珀泉。一片嘅溫泉有很多富雅溫泉，係喺花蓮縣水美鄉嘅富條山下。溫泉啊，真勁係泡起來凍舒爽呢。還有啊，我皮膚看起來就會啪啪滑溜滑溜，哇，真勁凍有效哦。不過啊，我知道幾奇怪係，而家溫泉啊，因為係黃色的，一片都係黃色的咯。
係有豐富碳酸甜嘅優質溫泉，有很多姜奶嘅溫泉，地背度含有其他多種嘅礦物質，認證石係金黃，故所又有人講係天王黃金琥珀泉。你慢人啊！哦，喂，喂，你到底到哪位啦？我是一片泡黃金溫泉也最有名的啦！哦，馬街，你喊到泡溫泉，你咩諗嚟講我去看表演咩？看表演，唔過一片鬼舒服呢。你啦，再見再見。等我一下。喂。哎呀，唔是插意，等下再去好誒，我再嚟泡一下一個黃金溫泉哦。泡喺溫泉都是貴要哦。派出所前面，派出所前面，看起來一間又有牛腩又有飯瓜。又係拉麵，貴鐵皮咯，剛才就是一間好誒，試看看啦。條江牛。你馬哥哥金鐵溫泉出嚟貴上hơn以後，唐菜天人講啊，一片貴好食的牛腩麵哦，乃都是咕嚕咕嚕金香的呢。哇，安澎湃嘞！哇，給你吃的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老闆娘，有問題，還想請問一下，一條麵。那一碗最鐵片最好吃，都很好吃啊！人家點的是南瓜麵比較多，還有綠茶也很多。哇，也就是剛剛條剛用講的南瓜拉麵，對，就是我們當地做的南瓜拉麵，就是東生南瓜做的，都是用當地的食材做的，都是用當地的食材。對，哇，看到這個新鮮南瓜，新鮮南瓜，看到這個顏色我就知道很新鮮，完全沒有加色素啊，完全沒有。真的看起來好好吃。對，你可以吃看看，還有真的很好吃哎。對啊，他們很好吃啊。那你全部都你要一個人吃啊？對啊，我要一個人吃，可是吃得完嗎？可是我想問一下，就是這個是什麼拉麵？它為什麼看起來是綠色的？綠茶做的。綠茶做的。是我們熱血五鶴山的綠茶。哦。對。也是用在地的食材下去做。完全是我們的在地食材。那我吃看看，你吃看看。但是口感不一樣，有一點點，其實吃得出來有綠茶的香味。它不會很重，因為我們完全不添加香料。哦，是哦，完全不添加，吃了真的很健康。對，那我就慢慢享用哦。那你就慢慢享用。我一個人吃那麼多，可以，我可以。慢慢吃，謝謝。哇，中山到花蓮的福利耶！花蓮真是係一個好山好水好風光的所在。哇，空氣咪叫人清新呢。不過啊，總唔得本來朋友電鐵橋，咱哋來翕相打卡就好嘅啦。耶！哇，也就是府裡有名嘅老教堂，聽講啊已經有60年嘅歷史嘅喲。雖然總唔得入去，不過啊，來下附近留了一下，還有翕相，來知道玫瑰好啊。有閒嘅話，來知道觀眾朋友啊，一定要過來一片留了看看哦。
也偏是富里有名的老教堂，通讲是东部地区早期基督教信仰的发源地之一。伊是伫民国42年所起的，仿西方的巴洛克式建筑。其各个年代由安样的建筑做得讲是最罕见的。过去60几年的，虽然也下也个老教堂因为危险，做唔定伊去。经过的按久嘅时间，还是按当年，看起来还下有提升。观众朋友，积极拿笔记下来，来到富里听错，做唔得错过一个讲嘅小教堂哦。哇，富里有按多按奖嘅花，也好来去上打卡好诶。我朋友过上过好也种花呢，刚来来挑类几类，看看他底下哪杯有冇中意冇？也类好诶。采花节，你不知道路边的野花不能乱采吗？跟我来打工闻花我没挑丝啊！你这采花节，你可以我进来快！没钱呐！采花节，你给我进来，走。要去哪里？来美秀老师，这个是采花节，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我是米蛋卷的潘美秀。请问老师，我在这边要做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做米蛋卷。米蛋卷。对。我咱试过蛋卷，没谈过米嫩卷呢。米嫩卷应用会做咯？因为我们的米蛋卷哈，我们这个是纯手工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呢，就是用我们的富丽米。按用黑粉，怎么是粉？红奶米粉。然后还有加了3颗的鸡蛋。上粒给纯无盐奶油。奶油还有这个是那个细砂糖。砂糖还有那个黑芝麻。五马。我们的材料只有5样而已。只有5样而已。对。糖起来几简单，我做点10公克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操作。好，没问题。那首先将我们的奶油，然后倒入我们的干粉。好，我们刚刚奶油已经先融了，先融掉。对。这个奶油已经先融起来。然后加我们的细砂糖。细砂糖。小包的这一包。砂糖而已。米稀。这不会太多吗？这一包很多哎。60克，我们就是用手工的打。手工的方式，用手会大不一般。然后我们的奶油跟砂糖搅拌，充分的搅拌之后，它会变成乳白色。乳白色，大概一般的人这样打要打多久才会变成？如果说你的奶油是像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有一点时间啦。然后刚才因为我是先把那个奶油有先拌油了，所以很快。我们在这边浇是完全用手工的，不是用电动的。手工打。完全手工制造，这独一无二的米蛋卷哦。这是真正的纯手工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来比都买很多哎。就是这样。那打发之后，然后我们要加鸡蛋。加鸡蛋会加鸡卵。这个要上粒鸡卵会加下去哦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先一颗一颗的打。一颗一颗的鸡蛋，然后这样拌。那我现在3颗，3颗你就是慢慢倒，慢慢倒。好。这个时间就做唔得太太力，会慢慢的冷。好了，等我一下。老师为什么不能3个一次下去？因为我们怕有坏的鸡蛋，然后油水也会分离。
是这样。所以你如果说你全部下去的话，就是你那一锅就整个坏掉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可以加我们的龙奶米粉。好，这个我是等我一下，还没有全部，等一下。因为就是怕有坏的蛋嘛，就怕这样子。然后你有水分离的话也很好。老师，那这样可以了吗？好，这样可以了，我们就加我们的龙奶米粉。龙奶米粉，那个是米粉哦，没面粉哦。对。好，全部倒下去哈。老师，那这个总共几公克？这个龙奶米粉100克。100克。对。哎，这个是轻轻的拌就好。轻轻的拌就好了。慢慢的、轻轻的调一下就好了。我已经闻到香味了耶！那么快吗？对啊，已经批到小米哎，就是奶油的味道，对。所以这其实蛮养生的哎。对，而且又是我们的米，是这样，不是外面的面粉。就是富里这边在地生产的。好，我们加黑芝麻。会改一个无嘛，有看到吗？你看啊，颜色就变得很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好像黄色的火龙果。也可以会烧哦，鼓手，一定会带也可以熟辣哎。我们这个烤盘一定要先热，对，要预热，所以这个时间要到175度左右。175度，我们是大概以戴手套的感觉去摸它这样子。大概就是手套的感觉是热了，热了，有热了，可是你不能冒烟。哦，不能冒烟的话，那是过热了。175度。我们是大概以那个手的感觉这样。感觉为主。对，是这样。烧。当讲要控面糊的时间，给火啊会转细落。好。然后我们就加1汤匙的面糊就好了，1汤匙就好了。好。放在中间，然后你就要读秒咯。我们放下去的时候开始读秒，大概要20秒。20秒，自己默数20秒。你要记得往前推哦，你看那个水汽跑起来了。已经香气有出来，有香气了哈。超过了吗？20秒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哎，来倒数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。然后翻第二面，我们2面都要热。第二面也是20秒。第二面就要比较短一点了。哦。因为这个面哈，因为是刚才是那一面是在烤的那一面嘛。对。所以你的面转过来的时候，其实要短一点。然后你第二卷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要在那个秒数还要再减短，因为我们不关火，然后那个烤盘会越来越热。是这样。我们可以偷看。偷看一下。哇，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吗？这个是还没有熟的哦。还没有熟的米蛋卷。对，我们要烤成金黄色的颜色。然后你放面糊，还有你压的力道，都是有关于蛋卷的大小。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手工。然后在卷的时候哈。好像在做手工艺哦。对，这个地方尾巴的时候哈，要收尾的时候，你要稍微压一下。我是叫你压钢条，不是叫你压断拳。对。所以其实收尾的时候是个大学问。对。然后因为有的游客他喜欢这样，那个就是塑形。对。有种结果塑形，结果你的蛋卷就是扁的，有没有？就抹头坑啊。对呀，就是这样。那它现在就可以拿出来吗？可以拿出来。好。因为它还没有凉，还没有凉的话，它还是会有点软。哇，要给就会做好的米嫩卷哦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很黑贵雄师啦，对花莲的富里就做的是都要给米嫩卷的哦。1汤匙的量。不要太多哦，你等一下会很难大卷的。好，那你等一下的力道你不要压得太满哦。好。因为怕等一下会满出来。好嘞，汤的给米嫩卷的哦。
然后你要往前推，往前推。对，然后刚好平的地方就好了，往前一点，要不然等下是两个颜色。因为那个受热平均的关系，有啥有上时会调前一些，有上时会调过一些。默数20秒。15秒。现在剩15秒，好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翻第二面。好，我来边面的哦。翻第二面的时候，Q 用我调前调背涂一下，我等下行出来嘅色啦，要模用。所以这个是叫手工。哇，真的很手工哎，用心在做的。他好像就是小朋友一样，要很用心保护。所以你的颜色才会做得很均匀。我可以可以瞄一下耶，看那个颜色是怎么样。哦，你看你的。哎呦，这个颜色是还没有的。还没有好。对，要个色啦，那还蛮好的哦。好，那你等一下可以力道可以稍微压，稍微压一下。可以压了。因为你刚好连个面糊比较多。嗯，那还要再翻面吗？还是要看啊。好，我再变一翻面。想请问一下老师，那就是像我们这个考具啊，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吗？可以啊，在家里面可以做。那这个考具看起来很专业。但是因为我们接了体验才去买的这一个东西。哦，所以其实在家用平底锅煎也可以。对，然后就当你就是变成大小锅。大小锅。哎，然后筷子当长条。哦。这样的颜色，大概一塞就会做对了。那就可以卷了。好，可以卷了。哎。是从这边。对，然后从中间用大拇指从边边开，用大拇指去拨它。你要速度要快一点，好，不然它等一下硬掉。好，是水。好，看时间赛跑。对，因为它会硬掉，所以会变成饼干啊。你没有收尾，没有压。哦，收尾好。对，你要压两边，不是压那边，压钢条啦。压钢条。对。最迷二的抗议它收尾。老师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看一下看可以吗？好，看一下有没有开嘴巴，好，没有就可以了。没有开嘴巴。就还是要再给它压一下。给它压一下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会不一样？对，老师和我做的欣赏和老奶做的真劲有差，要个很矮，要个很欣赏哎。老师，那你觉得我这次的体验给我几分？我这个蛋卷，现在已经有90分了。90分？对，只要不要是巧克力的颜色就好了。哦，所以那我这样子是不是打工结束了？可以了，可以抵过了。哇，把连个富丽厝头有好势的富丽面哦呀！来头摆都无通过一个米嫩件的动体片咯。来向海类留一个米嫩件，去苏爱看表演的朋友诶。大家长来了咯，记得要来把脸给富丽来有料看看哦。谢谢老师，那我先走喽。好，欢迎下次谢谢，长来了，拜拜。